人个警察大林要来看到嘉义市有囡仔兄咧做警察，为了要宣传交通安全、预防犯罪，嘉义市警察局就办一个亲子的活动，鼓励时段带囡仔来参加，穿囡仔版的警察衫，也阁有骑囡仔版的哈雷机车，看起来特别适拍。和警察做伙过5关斩6将，保护治安，为细汉开始关心社会事。 穿真派警察的衫，变作正义的使者，佮骑哈雷机车，真正是照有办的。嘉义市为着宣传交通安全佮预防犯罪，找囡仔来扮作警察。毋过想要甲警察做伙执勤，相关的知识嘛爱先学会晓才会用的。路口遇到红灯要不要停？我如果不要停呢？我要给他冲过去可以吗？ 若骑世代哈雷机车去过关，佮爱伫路口指挥交通。嘉义市办亲子体验营过关的活动，互爸爸妈妈带囡仔做伙去了解交通安全佮预防犯罪的重要。我也希望我们所有家长小朋友对于交通的安全这部分，一切都是从我们身上做起。办心式的活动，就是希望，不管是大人还是囡仔，大家会当做伙来维护治安。记者综合报道。